个动作我们一定会做，不可少的。我不知道别人在做是不是有这样，一定要的。给他洗个澡，用酒来给他洗个澡，放在瓶子里，你会很安心的，很安心的，绝对没有疑问的。好，我拿了一块豆腐角，我用长的这个方面，现在这边是比较短，这边比较长，我用长的这个方面来切，把它切对半，然后再切2刀就好哈，切2刀就是变这样，一块豆腐变成6块，这样。要这样就来装罐咯，一定要给它在这里。汤匙懂？汤匙。然后不要很大匙，就这样就好，把它倒下去。你看哦，这样倒下去，它的底部刚好你们看，来，刚好都有沾到米豆豉和糖的，都有，然后筷子洗过澡的豆腐角，把它装进去，切面向外，切面向外，切面这个地方叫做切面，切面向外。你会问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切面向外？比较滑嫩嘛，看起来就比较漂亮。外观看起来才不会变老豆。外面看起来才不会觉得老的哈。好，这个部分的时候有一个重点你切的豆腐块要先放到酒里面，再来装瓶。那你不要切放太多，那你直接夹放在瓶子里头，你不要再放在桌上，然后再想到的时候再来装，那可能就会有污染的风险的对，你切了以后用1块，然后你切1块，切1块放在酒那边，然后你再来这个用完再来切，这样就不会说会在桌上或者哪里再去感染到。切好马上就把它放在酒里。现在呢，在1匙的这1匙可能就要大匙一点点为什么？豆腐乳它除了豆腐，这个米豆豉和糖一定要的。如果没有放到米豆豉，它不会变成豆腐乳。它不会。看我上面照一下。好像看得到，又好像看不到，豆腐，这样就是恰到好处的，它的米糍，第2层我们来像叠罗汉这样子的装法，就是1块接着1块这样子，这样1层的米豆豉。它这个有缝，你不要用敲桌子的方法。我很怕说原本来的时候，瓶子本身它就有稍稍的有一点裂，有一点稍微裂，你再跟它敲一下用桌子敲怕说在发酵的时候，它在你罐子锁起来的时候，发酵里面的气还是蛮大的，它如果爆掉，我都是叫做的人都用开的，把它那个缝隙，像我这里一个地方，这边一个地方好像没有下去，用筷子跟它辅助一下，
啊，辅助一下，这样豆腐角米豆豉还太少，我们还可以再增加。就是这样，就是每一层都是看得到，又好像看不到，这样子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再来装第3层哦。它嘛，现在这个地方就米豆豉就比较不好下，一定要用筷子跟它辅助给它下。每一个它的角落没有米豆豉的地方，你一定要给它。对，米豆豉一定要给它满。豆腐乳如果吃掉的时候，这个米豆豉就不要倒掉了。可以做什么？它干乎者，你可用果汁机打一下，用那个我们有那个小小的那种，厨房都有啊把它搅一下，做火锅蘸料。超好吃的，羊肉炉的，羊肉炉的蘸料，不要把它倒掉，不要把它倒掉。等一下，装好的时候，本来装的时候我都放在手里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把它放在桌上，倒酒。我常常倒酒，我的习惯会用一只手指这样跨在这里，这样不会抖。这样慢慢的把它加酒，慢慢的给它空气，慢慢的给它逼出来，然后酒慢慢的给它满。还没。我常常会跟游客说，再满，给你酒是免钱的，人家问我说我的酒不用钱的，你看，满到你们这样侧着看的时候，是不是我的酒好像有尖起来那种，有鼓起来那种感觉？酒有一部分米豆豉是干的，它会吸收，它会多多少少会给米豆豉吸收。等到豆腐乳好吃的时候，我不要给它上面有空间一层没有汤汁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开豆腐乳的时候有没有碰过这样，上面一层有稍微一点褐色。倒转给它上轨道，然后再把它正面顺时钟转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不要拿起来这样倒更会酒更会跑出来。你就放在你的砧板上，这样来倒，它会倒，把酒倒给它煎起来没有关系，它慢慢的会给一些米豆豉吸掉然后今天盒子里面有那个要倒扣1个礼拜，再把它回正，放在阴凉的地方，3个月以后就可以吃了。所以你瓶盖的日期很重要，一定要洗